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大家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可以到圣殿来敬拜神。在诗篇28篇第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就欢乐，我并用诗歌来颂赞他。”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走过许多困难，走过许多挑战。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真的是何等喜乐一件事哈！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也为早上我们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他，我们献上赞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全心在这个地方来仰望他，单单寻求他，用渴慕的灵来亲近他。所以我们开口来赞美神，因为他是我们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用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我们用他的美善，我们开口来赞美他，我们开口来赞美他。这样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如何的与我们同在，你是陪伴我们你是今在永在喜在你。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力量；在我们孤单的时候，你就这样陪伴我们；在我们无助的时候，你成为了帮助。在我们迷茫的时候，你从我们的亮光指引我们；在我们受伤的时候，你拯救我们；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因为这样子，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聚在这个地方，单单就是要来敬拜你，单单要献上我们极大的赞美在你的面前。愿神垂听我们的呼求，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也领受，也迎接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赞美。我们也欢迎圣灵临在我们当中，欢迎神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让早上的敬拜充满神你的荣耀，充满看见神你的十字架彰显在这个地方。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任何环境都不要惧怕，因为全能的上帝他保护我们。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若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尽头海浪挺大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
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盼望，它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呼求的时候，为什么上帝的帮助没有来呢？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呢？因为许多的罪拦阻了我们去领受那个磐石跟依靠。我们常常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而忘了去仰望，单单仰望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因为这样的罪常常控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呀？控诉我们说我们不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那个宝贝，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开口求神断开那个撒旦的那个攻击，跟他的诡诈的言语，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罪，我们在上帝面前说，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来亲近这位神。我们为这块土地的献上祷告。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犯了许多的罪，我们有许多拜偶像的灵，我们许多爱世界的灵在这个地方，贪婪的灵在这个土地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为我们所犯的罪来献上祷告，为这块土地代求，求神能够洁净这块土地，让神喜爱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开口来为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自己在这所占的这块土地所犯的所有的罪，我们献上祷告求神来光照，求神来洗净。我们开口来祷告。神啊，求你来炼净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洗净我们。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献上祷告，因为我们只要认我们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定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亲近你。主啊，我们单单要聆听你的声音，不要聆听世界的声音，我们单单去仰望你，不要受到魔鬼撒旦的这些诱惑迷惑。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生命当中许多的软弱，但是求神赐下刚强壮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魔鬼的撒旦的攻击。主啊，让我们知道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这样走在神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不偏不倚。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求神洁净这块土地。让这块土地许多拜偶像的灵就离开，许多贪婪的灵就离开，贪心的灵就离开，许多怨恨的灵就离开这个地方。让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成为神所喜爱居住的地方。让神你的亮光明就照亮在这个黑暗的地面上。哈利路亚！是的，主，求神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诚心的向你祈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悔改的祷告能够通达到你那边去，也求神赐下你宝贵的宝血来完全的洗净，完全的斩断，用你圣灵的宝刀来砍断一切的捆绑在我们生命当中。还都要试着做我们这样恳求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为几件事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个国家、为社会祷告。所以我们昨天刚经历了一场选举，不管选举的结果怎样，我想我们要完全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依靠人真的是不可靠，依靠什么政党都一样。我们的生命要完全交给神，我国家要交给神。当然，我们要为我们所选出的这些县市长、这些议员，我们献上祷告，为这些地方首长献上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他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好公义的心，帮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当他们愿意依靠神的真理来治理这个地方、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平安，才可以得到完全的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台湾这块土地，我们的社会，特别为昨天所选出来的这些我们的首长们，我们为他们来提名来祷告。第二个，我们为台湾的众教会献上祷告。我们台湾的教会真的需要被兴起，不要翻转。我们教会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要成为一个亮的灯塔，让所有的教会都成为可以让灵魂得到帮助、得到翻转的一个地方，让教会为这块土地愿意来付出，特别是传福音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开口来为国家社会来献上祷告，
我们特别为台湾的众教会也献上祷告求神唤起他们起初设立教会的那个火热的心，为了这个土地来祷告，来奉献，来传福音。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国家献上祷告，为我们这个世界献上祷告，为我们面临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来献上祷告。神求你掌权在这个地方。主让所有的执政者，让所有的地方首长知道有如何来用神给他们的智慧能力来好好的来治理、来管理这块土地让我们因为他们的好怜悯，他们的一个好公义，让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而享受到极大的平安跟丰盛。主我们面对疫情的搅扰神都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未来的道路求神继续的掌权作王。主我们特别将我们台湾的众教会献上祷告求起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特别教会在每个地方真的都能够高举十架，做好的见证让更多人因为这样子而认识神。主让我们的台湾这个地方成为神你喜爱居住的地方，来翻转这块土地让我们远离恶行，让我们这块土地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地方。主我们特别将我们的国家，将我们的社会将我们台湾的众教会共敬拜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掌权。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第二个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自己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神赐下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得以健壮，保守我们不受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更和睦，修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修复我们在职场上在同事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的一些关系，让我们好的人际关系做好的见证，然后也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财务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在我们的工作上能够赚取神所赏赐的丰盛的一个祝福，解决我们财务的困难。最后，我们为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献上祷告。我们或许有一些疾病有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困难辖制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服侍神。我们等一下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等一下在医治祷告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台前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弟兄教会弟兄姐妹身心灵得以健壮，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要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自己的身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顺境，不管逆境，都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身心灵的健壮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有盼望让我们在逆境当中有力量可以胜过。主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不容许一切的罪的辖制，赐下丰盛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解决我们财务上的一些困境跟困难，解决我们身心灵的一些毛病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为主来做见证特别恢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跟同事之间、跟同学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在这些家人当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福音，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还要感谢你，赞美你，还有是的主，感谢你。接下来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为我们各种事工献上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些牧者团队、长子同工、服侍团队的首长团契的首长献上祷告，让他们满有属灵的恩赐，有服侍的智慧跟能力。我们为教会的属灵氛围，我们献上祷告求神赐下更多渴慕的灵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我们渴慕祷告，渴慕听上帝的话语，渴慕敬拜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12月份有许多的事工，特别是福音的事工，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工当中能够传扬神救赎的恩典传扬神降世与我们成为我们救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所以我们在10月份有许多这样福音的事工，我们不只参与而已，我们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为这些事工的献上祷告，为传福音的事工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献上祷告。
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教会要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许多人愿意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得到生命，得到亮光，得到翻转的一个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成为一个敬拜的一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们心得到春心他们心得到盼望他们的疾病得到完全的医治他们困难得到神的一个解决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道路，新的盼望神的与我们同在，特别跟我们这些同工们同在，让我们同工的属灵的恩赐跟力量知道如何来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更专一心热来归向神。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将再次将我们教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当我们教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你要在我们教会掌权作王。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为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的献上祷告，求神调望我们，赐下更多渴慕的灵、敬拜的灵、赞美的灵，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都会为今天各样的服事献上祷告，不止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这样的服事，我们为主日学的事工来献上祷告，为查经班的献上祷告，我们将所有的敬拜、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今天在礼拜堂里面进行的，单单归荣耀给神。我们特别为今天要讲道分享的瑞平传道瑞平牧师来献上祷告求神使用瑞平牧师他的口来传讲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明白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回应神的呼召归向神我们也为在七美服侍的夏牧师来献上祷告，他目前在七美服侍，所以我们为他在七美教会的澎湖七美教会的服侍，我们献上祷告，求神与他同在，让他的服侍能够祝福当地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开口为今天主日敬拜渴慕的灵，为今天的敬拜的讲坛信息，我们都来开口献上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单单的来敬拜到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是宝座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圣灵要如江河涌流在我们四周围，改变我们的心。圣灵的活水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就单单的来敬拜你，渴慕你，亲近你。主啊，我们特别将早上的敬拜再次的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所有的服事单单就是来荣耀你。我们所有的敬拜单单就是来高举你的圣名。神啊，求你在我们早上的敬拜当中看见神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主你十架宝座就设立在这个地方。主啊，透过早上的信息的分享，再一次的回应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不是就白白领受而已，我们要单单从早上的信息当中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成为神你所使用的一个好的器皿，在早上的敬拜当中，除了领受你的医治以外，你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一次的将早上的聚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掌权作王。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们，大家平安，我们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赐给我们自由的神。哈利路亚。是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
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来到，有主天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拣选我，他派主圣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进入永恩爱的约定。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来到，有主天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因罪的过去，控告的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罪的赦免就是你我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耶稣的名。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来到，有主的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的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的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宣告我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哈利路亚！一切的捆绑要得到完全的自由。哈利路亚！我们欢迎神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神降临在我们当中。欢迎圣灵临在我们当中，充满这个地方。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
这里，恩典满地，充满在这里，让我们以敬拜慕的心，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全被寻求你，在你眼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满地，充满在这里，让我们以敬拜慕的心，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想来了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想来了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想来了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想来了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乌云在充满，烛火也燃烧，神的光彩都要变化。我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天之的全都欢呼。想开了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想开了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是的，主在这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是啊，主啊，在这里，你的平安也在这里。主啊，你在这里，你的自由也在这里。主啊，你在这里，你的喜乐也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不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里真的可以发出欢呼、赞美的声音来向着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全心的感谢，献上我们全心的荣耀，因为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的神。主啊，我们今天也是待降节第一个主日，当我们点燃第一个蜡烛的时候，
也再次的象征那个生命真光，就是主耶稣再次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所依靠的。主啊，求你再次的充满我们，再次鼓励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当中可以发出那个赞美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以马内利的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啊，愿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充满在我们的困难当中，让我们在困难里面再次看见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将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做我们最诚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接着我们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是诗篇126章第1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啊！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季是带回河道。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接着我们要请密真小组来献诗，献诗后我们请钟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他讲到的主题是你在期待什么？你在期待什么？
我们再次感谢密珍小组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告诉我们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过去这个礼拜，许多小组或者是有许多弟兄姐妹，我们都经过了感恩节。我们透过了不同方式，我们一起聚集，透过分享，透过祷告，透过饮食，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谢，也向神献上感恩。感谢过去的这一年，或许有高山有低谷，但上帝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在这个礼拜，除了过了感恩节之外，在台湾昨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昨天经历了一场选举。或许在这场选举结束之后，跟一些人的期待不一样，跟一些人所想象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上帝仍然掌权。圣经的话语说：“倚靠耶和华，强势倚赖王子；倚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或许在这样的选举过后，在台湾会有一个新的面向，在台湾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但是不要忘记，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仍然是这位耶和华神，仍然是这位恩典够我们用的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内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的心，好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使我们所听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来到你圣殿当中的，都领受从你而来属天的祝福以及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许多人可能都有看过这部的卡通，以前是卡通，后来被改拍成真人版，叫做《阿拉丁》。这个阿拉丁呢，他捡到了一个神灯，那神灯里面就跑出一个精灵 ，OK， 那这个精灵就告诉他说：“你有3个愿望。”好，那一开始阿拉丁捡到这个神灯的时候，他被困在山洞，所以他就许了个愿望，说他要离开那个山洞。后来他又有2个愿望，然后他想要当王子 ，OK， 所以这个阿拉丁拿到这个神灯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想：我拿到这个神灯，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哦？然后我可以怎样去改变我现在生活的状况？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路上哦，然后捡到一个神灯，然后突然神灯摸一摸，突然一个精灵跑出来哈，你会许什么愿望？哦，他跟你说你有3个愿望。好，当然有听过有人版本说，你就跟精灵说我要再10个愿望，啊，就有很多愿望可以许。好，但是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期待，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想法，特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想，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计划，希望它可以发生，甚至可以照着我的想法去完成。生命每一个阶段都有想要完成的事情，学生阶段有我们期待的事情，特别在学生阶段，我们就很希望可以赶快长大，可以赶快离开台南，到外地去读书，远离爸妈，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到了开始要工作的阶段，就想说哇，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找另外一半，可以结婚，然后美满的家庭。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都有不同的期待，想要去完成。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在台湾当中有一首非常出名的民谣，叫做《思想起》，它是一首台语的歌。这首歌是恒春当地的民谣。早期那些先民到恒春去开垦的时候，许多人是外地人，所以他们到恒春那个地方，当时去开垦还只是一个非常荒芜的地方，所以他们边开垦的时候，他们就边唱起了这一首歌。这首歌《思想起》的内容，它事实上唱出了他们过去在他们家乡的回忆。接着，他们也唱出了在现在他们工作心情、工作的内容。最后，他们唱出了一个部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我们现在站在2022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再1个月我们就要跨年了，今年要结束了。回头想想，今年如果让你思、让你想、让你起，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许在今年当中，我们有一些计划没有照我们的期待所发生，甚至我们很多计划就被打乱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我们一起来思考，在这些期待的背后，甚至在这些失望、期待落空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有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甚至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26篇。这个诗人他写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歌，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歌。这个诗歌的背景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他们的国家遇到了3次灭亡的危机，他们经历了3次的被掳，被掳到非常遥远的巴比伦帝国，但是他们也经历了3次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家乡的生活。第一次在606年的时候，第二次在597年，然后最后是586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毁灭了，整个犹大国就消失了，就被毁灭了。但是没想到过了70年后，上帝再一次带领他们回来。536年，所罗巴伯带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来，接着以斯拉又带了一批回来，接着尼希米又带了一批回来。这是在他们所有人当中可能没有想到的。甚至是在他们一直期待，好像觉得期待快要落空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了。在原本的耶利米书的先知耶利米，他所预言的一件事情，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不听从上帝的话语，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悖逆耶和华，所以上帝对他们宣判的一件事情，告诉他们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所以当时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国家会灭亡，而且你们会成为别人的奴隶70年。但是也给他们一个应许，给他们一个盼望。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先知他也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在原本好像是一个期待落空，好像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了，但上帝的保障、上帝的应许仍然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想一件事情，有时候叫我们等待，特别现在人很不喜欢等。有时候我们等10分钟就觉得好久，等20分钟好久，等半个小时好久。但你想象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等了70年，他们不是等7分钟、7天、7个月，或是7年。他们等了70年，70年可以从一个原本还是小孩、刚出生的小孩，已经变成一个老人了。在70年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困惑，甚至因非常的低落。就是上帝，对啊，你做应许，然后你会带我们回来，我们在那边好久了，上帝什么时候带我们回来？上帝，我们所期待的事情怎么没有照着我们想的所发生？上帝，你不是这样祝福我们吗？70年的时间经过了，但这个诗人写下这篇诗歌，记录下来上帝的带领。在看是一个不可能的时候，上帝反而开路了，带领他们从原本是成为人家的奴隶，被抓到远远的地方，带他们回到原本的应许之地。你在期待什么？你的期待现在是落空的吗？还是还没有发生？今天透过诗人所写的这个诗篇，透过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些事情。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经历到最大的应许。刚所看的第一段经文，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而且刚刚经文有看到说，他们是满脸喜笑，说上帝为我们做了一件大事。诗人居然说这是一件大事，他不是说上帝为我们做一件事而已，他说这是一件大事，代表说这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代表是一个超出他们所想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这么突然就来了。在他们可能还期待落空的时候，在那个70年，他们还觉得到底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突然出现了。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他们说我好像在做梦一样。以色列人从被掳到归回，也不是因为说他们在那个国家，在巴比伦或在波斯那个地方，他们做了很好的表现，他们当很好的奴隶，或是他们赚很多钱，所以他们可以回家，并不是。让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写出，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的应许。
或许会经历到那样的失落，或那样的期待落空了。但上帝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以色列人的梦想可以成真，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弃他们。上帝从来没有离弃任何一个人，而所成就的也是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心所成就的。我刚刚说70年真的很久，我想当中应该有人觉得就算了吧，我就留在那里就好了。上帝可能忘记70年了，上帝会不会记成是700年呢？但是仍然有一些人继续抓着那个应许，知道有一天上帝没有离弃他们，而且是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一切。今天我在看一本书，是阿德勒所写，一个心理学家阿德勒他所写的这本书叫《阿德勒谈人性》，了解他人就可以认识自己。里面有一个部分，他写到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做梦的人。他说，梦境里面呢，可以或者是你的梦想，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从你的梦或者你的梦想，你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你的思考的模式跟特点，甚至也看出你的行为模式。他在说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好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早上在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驱使我们继续的向前，很多的事情帮助我们去朝着那个目标去前进。确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做梦的人，每一个时代都有保有盼望、保有生命方向的人。但如果我们的生命焦点只是停留在做梦而已，好像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已，而不是用一个信心的眼光说：上帝事实上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生命方向。那梦终究只是梦，我们很快还是会回到现实的状况。睡一觉醒来，你发现还是这么糟糕；睡一觉起来，发现还是梦。若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期待的，不是建筑在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方向，不是建筑在那个应许的当中，很快的，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现实的境况。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他说：“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有确据。”第一堂在分享的时候，因为第一堂是台语堂，在他们分享说，台语的忙盼望，忙的忙，跟做梦的梦，同样都是念忙这个字。我们生命当中，那也做梦啊，我们都有做梦，对不对？我们都有自己想要完成的。但是我们梦想的盼望，驱使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的盼望，也反映我们对于上帝是否带有一个信心的积极的象征。我们只是停留在那里吗？还是咱将咱的梦放在咱对上帝的梦？还是我们将我们的梦，把我们的方向放在对于上帝的盼望呢？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诗人当中所写也告诉我们，那个困难仍然在，那个有时候会让我们失掉盼望的时刻仍然在，但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第二个，在这个诗篇当中，诗人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不失盼望，而且放胆的去祈求。不是盼望，而且放胆的去祈求。接着第4节的经文，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诗人做了好像一个祷告的话语，他说：“神啊，求你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当然，这个诗人所祈求的是，这些被掳在外地巴比伦、在波斯人的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回来，可以回来重建他们的家园。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他在祈求什么？我们先看为什么诗人他会这么祷告，他会这么说。在以色列地区，在巴勒斯坦地区，在南部，事实上是比较干燥的、比较旷野的地带，而他们每次都要等到冬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雨。而每次要等到冬季下雨的时候，他们的土地才会开始被浇灌起来，
然后土地才开始被滋润，然后才开始又恢复原本的生机。所以诗人求了一件事情，他说：“主啊，有时候我们失了那样子的盼望，我们被掳到远远的地方，期待好像落空了。但主啊，求你再次的复兴我们，不是只有人回来，而是内心当中再一次的丰盛。当他没有失掉那个盼望之后，他下一个跟神求的是：神啊，让我们的生命从原本的干渴，再次回到丰盛的境界。事实上，诗人说那个被掳的归回，原本的意思也在说从苦境当中转回来，从那个原本觉得很痛苦的环境，觉得不可能的环境，从那个你觉得没有盼望了。诗人说，被掳的人归回，不是指那个人回来而已，而是从那个苦境当中，从那个你觉得不可能当中，再次的回来，回到上帝的祝福当中。而且特别第9，我们看到那个做梦的人，不是指一个只有盼望或者是一个想法的人，做梦的人在原本的意识当中，还有只是身体恢复健康的人。诗人求一件事情，神啊，过去都一直在那样的失去盼望，在那样子找不到方向，在那样的甚至可能在那样苦读这样的控告里面，但神啊，向你祈求，帮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仍然让我再次的恢复。不仅是身体的恢复的健康，而且是身心灵完全的恢复，从那个苦境中被转回到那个上帝的应许的里面。常常我们都把一些事情，把一些人，就把它放大了，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跨过，觉得没有办法去赢过这一切。但是我们越把事情放大，越把这些人放大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信心好像越来越小，生命的苦好像越来越多。但相反，如果我们学习抓住上帝的应许，勇敢的向他祈求的时候，相对的那个人那个事情就缩小，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上帝也应许我们从苦境中转回。或许你此刻的你也好像落在这样的苦境里面，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在你计划之外的事情，或是你期待很久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但是我要鼓励你，如同这个诗人所说的，求上帝帮助我们从这样的苦境中转回。你在内心当中也当对自己做一个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的应许，但求你帮助我再一次从这样的苦境中转回到你的祝福里面。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再一次的将焦点转回到上帝的本身。最后，诗人在这个诗篇当中做了一个结尾，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他最后做一个结尾，他说：“神啊，帮助我们回来，再次的回转。”但是他也说，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也鼓励我们说：流泪撒种的才能欢呼收割。诗篇126篇5到6节，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回来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是面对一个非常设施或者是城市都非常的健全的一个他们的故乡。当时以色列人被抓走的时候，这些巴比伦人把他们的城墙拆了，把他们的家也毁了，甚至把他们的圣殿全部都毁掉了，什么都没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片的废墟。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片他们要重新建造的家园。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建造他们的家园，也着手建造他们的圣殿。在这样的景况里面，诗人却描写说，他们要流泪撒种，才有办法欢呼收割。其实我们看以色列人过去，他们的国家是很强盛的，特别在那个王国时代，他们国家很强盛。但是为什么后来毁坏了？后来毁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忘记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是什么，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保守是什么。他们把上帝当作是一种廉价的恩典，他们觉得他们所收成的，他们觉得他们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他们应该得的，是上帝本来就要给他们的。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就骄傲起来说，这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得到的，这是我们国家非常强盛，所以我们得到这一切。但却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一切的恩典全部收成下来，但却忘了要更多的付出，更多的摆上在上帝的面前，以至于他们只有欢欢喜喜的收，但却忘了要回应。他们这样的结果最后变成是什么？是流着泪收啊，国家整个都毁灭掉了。但我想多数人，包括我也是，其实我们常常都比较喜欢收割，我们比较喜欢收成，看到有结果。因为收割我们常常都是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情，是可以收成了，然后可以得到你原本计划的一些的成果，你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常常不喜欢撒种，我们常常不喜欢中间的那个过程，因为那个过程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要流泪，要花很多的时间。有一次跟提摩太牧区的青年，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有关于大家在学校有没有做过弊这样。我就先承认我有作弊。OK， 以前要考试的时候，就是大家考卷往后传嘛，考卷往后传，然后后面就跟同学打好 pass 说，原本我写 D 啊，如果念 B 的话，你再帮我多写上去啊 ，D 就会变成 B 这样啊，就多5分。多5分，发生什么事情？回家就不会被爸爸妈妈骂，不会被爸爸妈妈打，也不会被老师骂，太棒了。但是真正面对大考的时候，真正面对重要考试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你改啊，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过去你觉得投机取巧，觉得我得到了一些东西，但那却不是你真正努力而且真正付上了某些东西而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好像都只有收成而已。在生命当中，我们好像也只有觉得，对，上帝带领我们回转了，上帝的应许都在，没错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都只想要等着拿到最后那个结果，而忘了在中间，我们也必须要先去付上一些代价。不仅在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或许我们在跟别人的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职场上，我们都要付上一些代价。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直接欢欢喜喜就收成。有时候反而流着泪，经历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更加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更加的茁壮，而且在最后才有办法欢喜的收成。就说当我们在收成的时候，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结束了。但是你就会发现，怎么跟结果不同，跟你所想象的不同？有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种？我们到底种下了什么东西？我们到底种下了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关系里面，在你的事业里面，在你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你到底都种下了什么？但是一个好消息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你可以再一次做一个选择，你要栽种些什么东西？过去也没有办法再回来，但是在现在的此刻，你可以再一次的选择，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栽种些什么？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10章3节，他也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
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先知耶利米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今天你要撒下什么种子？今天你想要收成什么？是想要得到最后的结果吗？还是你愿意花上一些代价？或许不容易，或许会有跌倒，或许会有觉得很为难的时刻、困难的时刻，但千万不要忘记，当你开始选择这么做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这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上帝仍然陪着你。在信仰当中，当我们学习种的是感恩，收的就是喜乐；当我们选择种的是盼望，我们收的就是信心；当我们学习种下的是交托，我们最后收到的是平安；当我们种下的是福音，最后收成的就是灵魂。过程或许不容易，但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一直都在。下面的空格留给每位弟兄姐妹，你自己来想。今年要结束了，明年新的一年的开始，你要种下什么？你要栽种什么？或许真的需要流着泪栽种，或许真的需要流着泪经过这一切，但我相信那个果实会是甜美的，我相信那个上帝所给的祝福会是最棒的。今天是代降节第一个主日，也象征圣诞节又快要来到了。今天我们点燃了代降节第一根蜡烛，第一根蜡烛象征的意义是期待、盼望以及希望。除了让我们再次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也让我们再次保有盼望，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应许的都能成就。你在盼望什么？你现在在期待些什么？或许我们不知道那个从被掳到得释放多远才成就，我们不知道流泪撒种到欢呼收割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从困难到祝福要走多远的路，但是不要忘记，仍然对上帝保有全然的信心以及全然的盼望，用信心去期待有一天在上帝的保护当中，上帝的带领当中，满口喜笑的时刻，而且收割那个盼望的结果。因为上帝祝福每一个人，特别正处在困境、处在失望的人，保有盼望，能保有信心，因为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在这个代降节的节期的时候，我们再次带着一颗期盼、盼望的心，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做主。主要或许许多的时刻，我们已经忘记要邀请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期盼，我们生命当中所计划的落空的时候，我们就产生许多的埋怨、许多的抱怨。主要帮助我们再次调整我们的生命的眼光，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向你。特别在我们遇见生命当中的困境，在我们遇到困顿的时候，让我们转向你，让我们学习栽种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盼望，也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摆放的应许，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再次交出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也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我要邀请你愿意来到台前接受祝福、接受祷告的弟兄姐妹，带着你的需要来到台前。我们的代祷同工，我们的服事同工会为着你祷告，为着你的需要。不是只有外在身体健康而已，有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也是很需要的。所以邀请你，不论是你外在你身体当中的病痛软弱，或是你内心当中有需要有欠缺的，邀请你，也欢迎你来到台前，带着一颗
对神的信心，来到台前接受上帝的祝福，也接受上帝的医治。邀请大家可以来到台前，在大家慢慢来到台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医治恩典》。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祷告也没关系，你在内心也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鼓励我；神啊，求你再一次的来眺望我。主啊，求你让我再一次来饱尝你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你也可以伸起你的手，为了前面的人来祝福祷告。这好不好？这我们花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从我们的祷告，从我们的祷告，释放的自由，让我寻求你，洗净我
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你，洗净我重罪，领受你爱，领受你施恩典。让我们的父神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相信你的医治恩典，你的大能是够我们用的。主啊，特别当我们生命当中遇见困境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主啊，我们更要看见在软弱当中彰显你的荣耀，使原本软弱的要得着刚强。主啊，帮助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有苦难，或许有困境，有或许让我们跌倒的时刻，但帮助我们如同以色列人，像那个被掳的归回，让我们从苦境中弟兄姐妹，当他们带着他们的需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已经知道了，主，你也听见他们的呼求，你也听见他们的祷告，求主你就来牵着他们的手，带领他们经历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因为你是他们生命当中的大牧者，你必再一次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荫幽谷，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到那个青草地上，让他们享受在你的怀抱，享受在主你的平安里面。主啊，再次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也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再一次的摆上，求主你大能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以马内利的神，求你再一次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软弱的，我们有一位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主啊，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坚固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脚步，所坚固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更加的确信每一件事情有主你美好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回到座位上。将一下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接着我们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
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打开周报的后面，还是我们的荧幕都会有字幕来背诵，来颂赞本页的金句2次啊。开始，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借我们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3节。再次，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因为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23节。我们周报的第2页有下个月的同工服事，请大家有服事的同工留意。第3页相关的信息聚会的内容，请大家浏览。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的第1个主日，我们请大家以灵修祈祷来迎接主的降生，将主的福音传给更多人的亲友。第2点，本会12月11日主日举行欢庆的主日，当天也有洗礼式。如果要洗礼要受洗的，请到办公室索取受洗的报名表，然后附上个人的照片。报名日期到明天截止。我们也为已经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的一共有20名，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祝福。第3点，下个主日12月4号，我们要举行年度的工作研讨会。相关要参与的同工，请留意，在第2堂结束后1点半到3楼的副堂。会前的作业也请大家做预备。第4点，我们有4个小点，相关的是圣诞欢庆爱餐，定于12月24号晚上的5点半，在来归仁大饭店。第2小点是25号有救主圣诞赞美的礼拜，当天我们只做一堂，是9点开始，之后那一天晚上，我们呢在4楼敬拜中心举办圣诞音乐会。第4小点是我们主日写的圣诞欢庆。他们有很多的精彩内容，请欢迎家长有小朋友的父母报名参加。第5点，刚刚在第4点有提到，所以我们有要参加的人也可以再邀请我们的亲友来一起跟我们一起同欢。第6点，我们本会要开始收集明年会员的资料，要2月19号要举行定期和会，请于1月8号以前来缴交。相关的计划跟预算内容，请大家做准备。在1月8号以前用电子档提交为师干事来会诊。第7点，请大家浏览。还有第9点，我们有一个喜事的信息，是本会的吴玉轩姐妹和杨成敏先生，在1
1月1号下午3点在本会来举行婚礼，请大家为他们祝福。如果要参加他们喜宴的，也到楼下公布栏来填写。之后的肢体交通，请大家自己浏览。请牧师为我们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第一位的新朋友，蔡玉谦先生，蔡玉谦先生来，请起立，我们拍手来欢迎你。是李伟教授的学生哦，李伟教授的学生。好，另外一位是黄佩雅小姐，黄佩雅小姐，来欢迎你。好，还有一位陈义如，好，陈小，好，在上面，好，我们也拍手，在5楼上面，我们也拍手欢迎他。好，那在我们当中呢，还有有这个洪恩跟宣龙啊，他们刚从美国回来，我们也拍手欢迎他们回来台湾。好，那这边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刚刚文海执事有跟我们报告了，特别是圣诞聚餐的事情。圣诞聚餐到这个礼拜哈，就是昨天的统计，现在已经大人小孩加一加有414个人报名了。那原本夏牧师在之前报告的时候说，这个第一阶段就先开放让我们的会友们可以报名啊。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有想要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的家人想要一起来参加的话，仍然可以报名哦。那所以也可以向办公室的地方去做报名哦。所以邀请大家，你还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然后一起在圣诞节的这个晚上的餐会，然后我们一起来欢庆圣诞。那还有另外有关于圣诞节，就是25号的那个晚上，早上和堂的主日礼拜晚上在我们的教会的4楼，这里会有一个圣诞的音乐的晚会啊，就会有管弦乐团会有圣歌队以及还有提摩太牧区，他们会一起来这个负责来这个晚会啊，所以邀请大家可以邀请你的朋友然后邀请你的家人可以一起来在圣诞节的那天晚上一起来参与这个晚会。那关于圣诞节，还有一个跟大家报告，就是主日学他们在圣诞节有推行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工他们有推行了一个叫做“爱分享爱”的2手玩具募集活动所以在周报的第6页跟第7页就是他们要募集一些2手的玩具然后让这些收集的募集到了2手玩具然后可以分享给需要的小朋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家中有一些还可以堪用的这些2手的玩具，你可以整理一下然后拿来教会的办公室。那最后会由这些主日学的学生，然后跟这些老师们，然后会代表送去这个机构这个单位所以把它捐出来，然后来作为使用。那最后一个跟大家报告的是，就是有讲到我们12月11号我们教会有一个圣礼典有一个受洗这个洗礼式。那周报上面他所刊的是现在有13个要成人洗礼，然后2个信仰告白，还有3个小额洗礼。但在周报印完之后，又加了2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20个人要受洗。那在这个11号之前，如果你还有感动，特别在我们的这个最近有许多感恩节的活动、圣诞节的活动，还有幸福小组的活动结束，仍然鼓励有这些 best 或者是这些新朋友能够参与。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当中，一起接受这样美好的恩典。所以这些事情特别跟大家来做补充的报告。好，以上报告还有一件事情，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到1楼的时候，1楼的那个招待处，每一户呢可以领取1份的月历每一户你都可以领取1份的月历以1户为单位，你可以领取1份明年度的月历然后另外，如果你有像办公室特别订购明年度的周历的手册，也一样到1楼的招待处的地方、大厅的地方，然后也是签名，然后去领取你的周历手册。好，以上报告。颂荣，请起立，我们唱《我的神，我的王啊》。随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